我想問你一個問題，如果你今日嘅成就其實只係因為你喺1968年咁啱坐喺某一張課室嘅凳上面，你會點諗？今日繼續睇《金錢心理學》呢本書，作者佢講咗一個關於Bill Gates 嘅故事。大家知唔知道 Bill Gates 喺13歲嗰年，佢讀中學嘅時候，竟然有電腦。喺1968年嘅時候，全世界有3億個學生，只有300個學生有呢份運氣。Bill Gates 都自己承認，如果冇湖濱中學就冇 Microsoft。但我更想講嘅係佢嘅好朋友 Kent Evans。Kent 同 Bill 一樣咁聰明，一樣熱愛電腦。阿 Bill 形容 Kent係佢見過最聰明嘅細路。如果命運冇開玩笑，今日 Microsoft 嘅創辦人名單應該有阿 Ken， 但係現實係阿 Ken 喺高中畢業前死於一場登山意外。登山意外嘅死亡機率係100萬分之一。呢度就係想講嘅運氣同風險其實係同一樣嘢，佢哋係發生喺你身上，你控制唔到，但會改變你人生嘅嘢。當你遇到一個人，佢破產，你可能話佢蠢，佢貪婪，但係如果當初佢贏咗嗰份運氣，佢今日就係你崇拜嘅英雄。所以當你今日覺得自己好失敗嘅時候，唔好太怪責自己，或者你只係遇到負面嘅運氣 risk。而當你成功嘅時候，要保持謙卑，因為你只係中咗一場正面嘅彩票。3個行動建議： 1. 寫一份失敗分析報告，揾一個最近做得唔好嘅決定，問自己，如果撇除我控制唔到嘅外部因素，邊部分係做得啱呢？邊部分係做錯咗呢？學會分辨壞結果同埋壞嘅決策。 2. 降低崇拜門檻，增加觀察寬度，唔好只係睇 Elon Musk 或者 Zuckerberg 嘅傳記，去研究下10個喺你身邊穩定致富嘅朋友，揾出佢哋嘅共同嘅規律，例如係儲蓄啊、耐性等，呢啲先係你可以複製嘅成功。 3. 對自己同人哋溫柔啲，下次當你見到人哋失敗或者自己落魄嘅時候，試下講呢句說話，呢個結果入面有幾多百分比係運氣？咁樣可以幫你喺金錢遊戲裏邊保持理性，唔會俾情緒帶走。多謝你今日收聽讀書日誌。金錢嘅世界其實係一場心理戰。如果你中意今日嘅分享，記得訂閱、like 同埋 share 俾你嘅朋友。記住，人生如戲，有時你只需要繼續留喺個 game 入面，等屬於你嗰份運氣降臨。我哋下集見。